来继续来看，前总统马英九到中国祭祖访问的第2天，来到南京拜见到中山陵，嘛伫现场来写这个毛笔字。也毋过前1天到上海的时阵，本地传出讲有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会去接机，结果上尾也无现身。这个现场接机上高阶的长官，就是国台办的副主任陈元峰，批评讲这款的接待的等级，根本就是咧接待着台湾省的前省长。民进党的立委嘛痛骂讲，马英九即届到中国是降低着国价。那国民党是来反击，批评民进党的标准变来变去。前总统马英九写和平奋斗振兴中华，不过中外岛民众等个真烦，骂马英九有啥物了不起？尾也去中国公安带走。不过这摆马英九的中国行，前期为了飞龙机的有。昨下晡4点外，到上海浦东机场进前传出接机的人，有国务院副总理丁必强，不过尾也无出现。唔然呢，现场接机的中央最高层级长官，还有国台办副主任陈元峰，比较进前前副总统连郑出访，搁红地毯，规个真正是差真多。去立委批评，这座旅行真正是降价国价。这样的一个接待的规模是极尽羞辱。不只是整个位阶已经超出了我们想象的一个状况，甚至是也要求记者媒体只能称呼马先生，真的是逻辑错乱。为什么？因为才在攻击说马前总统不应该访陆，那现在去了大陆又说接待规格太低，那之前在挑剔。随扈有几名，枪支带几支。南亚立委是强调，这摆马英九出访是民间的交流，爱民进党，莫伤过高平。另外一边，由驻京台湾媒体团在马英九到上海了后，坐专车去高铁站，想不到竟然无赶上预定的高铁，晚尾几点钟才到南京。马英九是74年来头一位访问中国的台湾老政官手，就算对外无公开政治行程，敢若讲是民间的访问，不过拄当台风等到倒数之秋，马前总统的中国行备受大家注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